我哋睇睇 Veo 3嘅配音效果。Target in sight. Approaching. Wait for my signal. Don't come any closer. I'll do it. Free her! I am safe now. 要 ChatGPT 寫個文案，一個日本靚女被一個男人響天台挾持，警員突襲救佢，最後警員同靚女搭直升機離開，男人被槍擊。Veo 3每條片係8秒，用文字產生影片，主角場景可以變嚟變去，會唔連戲。為咗連貫性，分場仍要重複寫人物、衣服、場景等，否則好易夜變日。而槍擊聲、人物對話、直升機聲係 Veo 3自己搞掂嘅。Veo 3現時嘅不足係唔似 ChatGPT 咁記住上文寫嘅提示，因為字幕會唔夾 timing， 加埋效果唔夠好，我直接叫佢唔好出字幕。而配音呢係 Veo 3至掂嘅一範。鍾意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，撳個 subscribe。